你拎住行李篋行入酒店房門嗰一刻，恭喜你，你啱啱親手閂埋咗自己可能逃生嘅最後一道門，咪急住駁嘴。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認真諗下先答。如果真係發生火災，你摸黑爬喺地下，能唔能夠喺3秒內講出離你最近嘅安全出口係轉左定轉右？向前行幾步有樓梯，樓梯間係開住定係鎖死咗？答唔到呢，係咪？你可能會話我住嘅係5星級酒店，點會有事？但我換個方式問你，5星級酒店個電熱水煲，你知唔知上一個房客用佢煮過啲咩？底褲，你冇聽錯，真係有人膽做，唔係我編出嚟，係社會新聞真真實實發生過，咪覺得我喺度嚇你？一個喺酒店行業做咗10幾年嘅資深經理，私下同我講過一句話：我自己個仔出門住酒店，我叫佢照住呢9條規矩去做，少一條都唔得。因為我見過太多人就係忽略咗入房之後嗰短短10分鐘，輕則皮膚爛晒，重則佢冇講落去，但係嗰個省略號，我想你應該明，所以你估下點？今日我要同你傾嘅唔係咩旅行小貼士，呢9件事每一件都係用嚟救你命嘅。聽完之後，如果你覺得邊條係多餘，歡迎你住喺走廊盡頭嗰間房，唔鎖門，攞個熱水煲裝水就飲，然後祈禱自己永遠係嗰個幸運兒。但我賭你唔敢。推開房門，你第一反應係咩？係咪想即刻衝入去，行李一掉，成個人撲落張雪白嘅大床度？千萬唔好，你同我停一停，用行李篋頂住道門，唔好閂死住，等間房入面啲空氣對流返3到5分鐘。點解？你想下呢間房喺你嚟之前，門窗閂埋咗幾耐？少則幾個鐘，多則一成日。冷氣系統入面嗰啲陳舊空氣一直喺房入面循環反覆，淡呼吸。你推門聞到嗰股味，可能係淡淡嘅煙味，可能係刺鼻嘅廉價香水味，甚至係某種講唔出嘅怪味，全部被悶喺入面，等住你第一個衝入去大口大口吸。更唔使提有啲酒店為咗遮掩霉味同衛生死角，會瘋狂噴空氣清新劑，嗰啲化學香精喺密閉空間入面濃度有幾高？你聞10分鐘，有啲人個鼻就直接廢咗，皮膚開始痕黑嚏，打到停唔到。呢個就好似你打開一個風塵已久嘅地庫，二話不說先猛吸一口氣，你覺得嗰樣叫享受，嗰樣叫人肉空氣清新機。你順便抬頭望下個冷氣出風口，葉片上面如果掛住厚厚一層黑色塵，黑到發令嗰種證明，塊濾網已經幾百年冇洗過。呢種房你住一晚，鼻敏感都算輕，呼吸道出問題先至大鑊。等啲舊氣散咗，換咗新風，你先至踏踏實實入去執嘢。呢3-5分鐘救嘅係你個肺，空氣通咗係時候閂門啦。啩，咪住，閂門之前你先同嗰把門鎖較量一番，唔好迷信嗰把睇落好高端嘅電子鎖，咩拍卡感應、指紋識別，聽落好勁，實際上呢，電池會老化，系統會遲化。你以為滴一聲就鎖好，實際上出面嘅人稍為用力一推，道門就開咗。你試過未？我建議你而家就試，親手鎖一次，然後用力拉下、推下、揈下，檢查下個保險閂係咪穩陣，門縫係咪密實。有啲酒店度門因為安裝得唔好，閂門之後你甚至可以喺門縫見到走廊啲光淡，同冇閂門有咩分別？更恐怖嘅係，有啲不法分子會利用門底條罅，用特製嘅鈎直接伸入去，勾住入面個門柄，喺出面開門。呢個唔係諜戰片，係真實存在嘅犯罪手法。所以你要用力推，推唔喐先至算合格。如果你發現門鎖有任何問題，唔好忍，唔好覺得住一晚半晚將就下。你想下，你躺喺床嘅時候，門外可能企住一個你唔識嘅人，而你唯一嘅屏障形同虛設，你仲瞓唔瞓得着？換房即刻換，唔好意思開口。你俾咗錢買嘅安全，唔係提心吊膽。好啦，門鎖冇問題，你可以入房啦。但咪急住開燈，你知唔知你而家可能正喺度被偷拍緊？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嗰啲偷拍設備嘅隱蔽程度已經超出咗絕大多數人嘅想象。佢哋可能收埋喺，唔係可能係可以收埋喺任何地方，天花板個煙霧感應器、電視機、屏幕邊位、牆上邊嘅插蘇位、鏡框、浴室個花灑頭、router 仔個細窿、電子鬧鐘啲數字後面
甚至係一粒睇落好普通嘅螺絲釘，你覺得你搗蛋？我話你知一個最簡單亦都最有效嘅方法，入去之後先將所有窗簾拉死，閂晒所有燈，令成間房陷入絕對嘅黑暗，然後打開你部手機，用影相功能或者用夜景模式喺黑暗中慢慢掃描全屋。你對眼要好似鷹淡掃過每一個角落，煙霧感應器、插蘇、鏡、電視、router、鬧鐘，一個都唔好放過。如果你喺手機屏幕見到有紅點閃閃下，恭喜你，你中獎啦！嗰個唔係聖誕老人提早送禮，嗰係一對貪婪猥瑣嘅眼喺暗處圍住你。呢個時候千萬唔好慌，唔好自己去掂嗰個設備，更唔好試圖拆落嚟。你一喐，對方就可能走。你要做嘅係保留證據，即刻聯絡酒店經理，即刻報警。呢啲唔係小題大做，呢個係你嘅隱私，你嘅尊嚴，絕對唔可以放過嗰啲匿喺暗處嘅惡魔。你而家終於可以望一眼嗰張床，純白色嘅床單，鬆軟嘅被，疊得整整齊齊，睇落好似一個溫柔嘅擁抱，係咪？咪想當你要好似探長啖，仔仔細細檢查一遍，翻開張被嘅入面，睇下有冇碎頭髮，檢查下枕頭袋個角有冇細微嘅污漬或者乾咗嘅血跡，觀察下床單上面有冇清晰嘅摺痕。洗過嘅床單因為摺疊同向過，通常會有好整齊嘅印。如果床單皺巴巴，睇落好似俾人瞓過，但又冇明顯污漬，但大概率係員工偷懶，掃一掃就留返俾你。你湊近聞下，有冇一種唔自然嘅怪味，或者上一個房客留低嘅油煙味、香水味？如果有，證明呢啲嘢根本冇洗過。你想下，你要赤條條擔同呢啲布料貼身接觸一成晚，如果你係敏感體質或者皮膚容易生瘡，呢啲污糟嘅纖維會令你瞬間爆發皮膚病、大髀、背脊、手瓜，一片片紅疹，又痕又痛，直接將你成個旅程毀掉。呢個就好似你以為自己着住件乾淨衫，結果發現俾人着過幾日冇洗過，你係咩感受？咪嫌我囉嗦，檢查床單2分鐘嘅事，但係呢2分鐘可以救返你成身皮膚。床檢查完，下一站浴室，咪急住除衫。你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檢查洗手盆同廁所，睇下有冇上一手留低嘅水漬，或者仲核突嘅毛髮。你以為清潔工會一條條幫你擦乾淨，咪天真啦。有啲酒店嘅廁所，上一個客屙完沖唔乾淨，清潔工攞塊布抹一抹就算，塊布仲要係嗰塊布，洗面盆、廁所、地板全部用晒佢。所以我始終講一件事，出門在外一定要帶自己私家毛巾。酒店嗰啲毛巾，哪怕睇落幾雪白幾鬆軟，你永遠唔知前一個住客用佢抹過咩。有人用佢抹腳，有人用佢抹地，甚至有人用佢抹廁所邊。你以為佢係乾淨，其實上面可能沾滿咗你唔想知嘅嘢。第二，即刻試下個花灑，將水開到最熱，睇下熱水出得快唔快，水壓夠唔夠。有啲酒店到咗夜晚用水高峰期，熱水突然間就冇咗，或者水壓細到好似滴尿啖，你咪等到深夜除晒衫，成身翻台泡，先發現水喉出嘅全係凍水。到時你再叫人嚟整，人哋整唔整係一件事，你起碼要喺浴室凍返半個鐘。第三，睇下嗰支大樽裝洗頭水，而家好多酒店提供大樽裝洗浴用品，裝喺牆上面嗰種，睇落好方便係咪？但你有冇諗過，有啲樽蓋係可以擰開嘅？如果上一個房客心術不正，或者純粹係個變態往入面加咗不明液體呢，你洗完頭，頭皮開始痕、發紅、起疹，你估係點解？用之前先擰開睇一眼，顏色正唔正常，質地對唔對，有冇怪味？如果有少少唔妥，唔好用，寧願用清水沖，都唔好攞自己塊頭皮去倒。有條件嘅話，永遠自備旅行裝，自己嘅嘢先至最放心。浴室搞掂，你返去房，想飲杯熱水，等陣嗰個電熱水煲，我求你先唔好掂。我見過太多關於酒店熱水煲嘅核突新聞，嗱，有人用佢煮物，有人煮底褲，有人喺入面嘔痰，仲有人用佢做煙灰缸，每一件都係真事，每一件都上過新聞。你可能會話
嗰啲係極少數啩，係極少數。但萬一上一次住你間房嗰個人就係極少數呢？你敢賭嗎？所以你要膽做，先打開個蓋聞下有冇異味，再睇下內壁有冇水垢之外嘅異物。如果一切正常，裝一煲水燒滾佢，然後全部倒晒佢，重複一次，再倒，到第三煲你先至勉強可以飲。呢個叫物理消毒，唔完美，但起碼比直接飲強100倍。如果你成日出差或者旅遊，最好買一個摺疊電熱水煲，自己帶自己用，冇人會喺你自己個煲入面煮底褲。呢個時候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啦，你估5星級酒店同快捷酒店邊個熱水煲更污糟？你係咪想話5星級？錯啦，答案係一樣咁污糟，因為往煲入面煮物嘅人唔分酒店檔次，呢啲事只取決於上一個房客係咩人，同你使咗幾多錢冇關係。反直覺呢，繼續睇落去，後面仲有更反直覺嘅。而家請你轉身望向房門後面，見到嗰張消防疏散圖未？係就係嗰張你每次都無視花呢綠綠嘅圖紙，我要你花1分鐘認認真真睇明白出你而家些 C， 你而家嘅位置，你間房喺圖上面邊個角離你最近嘅安全出口喺邊一邊？出門轉左定轉右？要經過幾間房？樓梯間喺邊個方向？然後我建議你親自巡一趟，開門，沿住你啱啱睇嘅方向，行到去嗰個安全通道口，推開嗰道防火門，睇下入面係咩情況，樓梯通唔通，有冇被雜物塞住，消防門係開住定鎖死咗。有啲酒店為咗防止閒人出入，會用鐵鏈將安全門鎖住。如果發生火災，呢度就係死亡之門。你咪覺得呢部多餘？你知唔知酒店火災最大嘅殺人兇手係咩？唔係火，係煙。濃煙起嗰陣，走廊伸手不見五指，咩指示燈都睇唔到。你爬喺地下，摸住牆行。如果唔知樓梯喺左定右，你可能會向住相反方向爬，越爬越遠，最後冧喺走廊盡頭。而如果你提早行過一次，數過步數，摸過牆壁嘅觸感，站喺黑暗中，你嘅身體會記得呢個係肌肉記憶，比你個腦可靠得多。3分鐘換一條命。呢單生意你做唔做啊？好啦，安全檢查做完，而家你可以執嘢啦。但我勸你唔好隨手將銀包、護照、首飾往台上面一掉。我知你覺得酒店有監控、有前台、有保安，嘢唔可能丟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出入你房嘅人可唔止你一個？清潔工、維修工、送餐員、查房嘅領班，少則3、4個，多則7、8個，都有你房張卡。酒店請人嗰陣會查人品咩？會做心理測試咩？唔會喎。你永遠唔知邊個人今日啱啱缺錢，啱啱起咗貪念，啱啱路過你張台見到一疊現金，人性經唔起考驗。所以你要麼將貴重嘢鎖入房入面個保險箱，要麼喺出門或者瞓覺之前將佢哋全部收入口袋，拉好拉鏈，鎖埋密碼鎖。保險箱都唔係100%安全，有啲平價酒店個保險箱出廠密碼係6個零。從來冇人改過，你可以自己先試下按幾個簡單數字睇下開唔開到。如果隨便按就開到啖，唔好用啦。換行李篋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多做呢一步，少咗後面幾十個鐘嘅焦頭爛額、報警、睇監控、同酒店嘈、補辦證件嗰種痛苦。你經歷過一次就唔想再有第二次。最後一件，亦都係所有人最容易忽略嘅一件，你望下浴室面牆。淋浴隔離或者廁所附近，通常有一條拉繩或者一個寫住緊急2個字嘅掣。你知唔知嗰個係做咩？唔係用嚟開燈，唔係用嚟換氣，嗰個係緊急求救系統。你沖涼嗰陣，萬一跣到咗，跌斷咗條腿，躺喺地下喐唔到，手機喺外面，嗌都嗌唔出聲，你唯一掂到嘅嘢就係嗰條繩。你拉一下，酒店前台就會收到警報，顯示你個房號嚟人救你。但前提係你要先確認佢有用，所以入房之後，請你拉一下或者撳一下，睇下有冇反應。前台會唔會打電話嚟問你？警報燈會唔會住？如果冇任何反饋，但呢條繩就係裝飾你以為自己有救命草，其實乜都冇。另外一件事，如果你帶細路住高層，檢查窗戶係咪鎖死咗？開合嘅角度有幾大？一個3、4歲嘅細路
只要窗罅開到超過10厘米，個頭就轉得出。每年都有咁樣嘅悲劇，唔係酒店嘅責任，係家長嘅責任。爭呢啲冇意義，你只需要花5秒鐘，伸手推一下個窗，確認佢鎖好咗。呢5秒鐘係你細路嘅一生。最後我同你傾下訂房嗰陣可以做嘅嘢。如果你可以揀房，盡量唔好住走廊盡頭嗰間。點解？第一，離電梯最遠，萬一發生火災或者地震，你係所有住客入面跑得最慢嗰個。第二，走廊盡頭往往係監控死角，真係出咗咩事，鏡頭影唔到，連證據都冇，擔住邊度最好？靠近電梯，但唔好正對住電梯，離電梯近，逃生快，搬行李方便。唔正對住，係因為正對電梯嘅房，走廊人來人往，電梯開關門嘅噪音，深夜飲醉酒客人嘅嘈吵聲，全部會傳入嚟，你瞓唔踏實，既安全又安靜，呢啲先係好房。我知你睇完呢啲可能會覺得住個酒店使唔使淡咩？我話你知使，因為你永遠唔知上一個住客係咩人，你亦都唔知下一個意外幾時嚟。喺呢個成本至上嘅時代，好多酒店為咗慳錢，會喺衛生同安全上偷工減料。佢哋賭嘅就係你嫌麻煩，賭嘅就係你覺得唔使擔，你唔可以將自己條命交到人哋手。呢個流程由一開始嘅通風、鎖門、查鏡頭，到後來檢查床單、試花灑、燒水煲消毒，再到睇消防圖、鎖財物、拆拉繩、揀房，全套行落嚟，最多10分鐘。10分鐘換你一成晚嘅安全、乾淨、踏實。你覺得呢10分鐘花得值唔值？如果你覺得邊一步可以省略啖你，不如問自己一個問題：萬一呢一次就啱啱出事咗呢？你賭唔起。所以我希望你記住呢9件事，記唔住就收藏。出門前睇一眼，唔係為咗嚇自己，係為咗令自己每一次住酒店都能夠平平安安擔入去，舒舒服服擔出嚟。安全唔係口號，係你推開嗰道門之後，接住落嚟10分鐘入面嘅每一個動作，多1分警覺，少10分危險。願你每一次旅途都只有驚喜，冇驚嚇。